再來看這毒品甲電子煙的，定定是安尼套做伙。國健署統計，其實全台灣已經有4萬的青少年在食電子煙啊。因為行政院嘛打算要推動校園第5級的保全，衛福部另外嘛有提出這煙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，這禮拜是會送去行政院會來討論。若准落尾這修法有過，安尼未來有電子煙載具的人，上懸會罰到10萬塊。電子煙已經加做校安危機，雖然目前法規全面禁止使用電子煙，不過根據國健署2025年的統計，目前全台灣有4萬的青少年在食電子煙，顯示電子煙在青少年族群是真普遍。行政院打算在校園推動第5級保全，安那煙害防治法修法，按算在這禮拜四送行政院議會討論，頭家要針對有電子煙載具定出並開罰則。國中生的吸煙率跟國中生的電子煙使用率，確實電子煙的使用其實已經比紙煙高哦。那高中職的吸煙率大概6.2。哦，那我們電子煙的使用率大概5.1。國健署拜二開記者會指出，新型的煙品常常利用時機現象接近少年人，甚至國中生食電子煙的比例比傳統紙煙更較懸。針對該煙的議題，國健署表示，政府嘛有管道提供電話甲咱的資訊，全國有約2900間的醫師機構，通提供該煙的服務，而且有3成的人成功透過衛教改除食煙的習慣。持有的部分絕對是新增的啊，持有的部分是新增，是因為以往呢可能就只有針對使用有做一個2000到1萬的行政罰鍰，那現在呢在持有的部分，原則上我們現在的規劃大概至少是3萬到10萬。那個煙害防治法修正草案，國健署表示，若是通過修法，只要民眾有電子煙載具，上懸會罰10萬塊，而且會沒收。另外，草案嘛研議加嚴規範，把電子煙的輸入、製造、甲銷售為行政法改做刑法。記者郭金勇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